袁维之，元稹啊，唐朝元稹，湖南人，称赞那个诸葛亮，三国时代诸葛孔明，谈到那个八阵图，堂堂八阵图。袁维之就是唐朝的元稹啊。袁维之是唐朝的元稹。环越管仲非议，妙策胜孙吴。孙子兵法，孙子吴起。吴起被骂说不孝，母莫丧不仁了，母莫丧事不仁。军人吴起，军力严明呢，至今严明，号令严明，领领出师表，堂堂八阵图啊。